旅遊是一件開心的事，而日本是許多香港人最喜愛的旅遊目的地之一。不過，10天下來天天都是日本餐，也確實有點吃不消。很多料理的醬汁味道較濃，鹽分偏高，不知不覺間攝取了不少鈉質。再加上魚生、壽司、拉麵、燒肉輪流上陣，味蕾固然得到滿足，腸胃卻開始提出抗議。細想之下，平日的日本人應該也不會像我們旅客般，把各種美食集中在短短10天內全部吃一遍。畢竟旅客總希望把握每一餐不願錯過的美食。乘坐飛機回家的途中，我還是掛念家中的清茶淡飯。旅途上的美食固然令人回味，但能夠天天吃，百吃不厭的，始終還是家中的家常便飯，始終還是家的味道好。每個人有自己喜歡的食物，對某種食物亦有獨特的記憶。每當想起某些熟悉的味道，腦海總會不自覺地回到從前。中學時期，在公公婆婆家附近就讀，午膳時間總是在公公婆婆家度過。當時婆婆也在附近上班，午飯時間正巧能回家一同用餐。餐桌上最常出現的是香噴噴的蒸肉餅，那拌入肉汁的米飯最是美味。可惜對於發育中的我來說，份量總是嫌少，2-3口便見底。公公常叮囑我別吃太快，要留一些給婆婆。如今回想，這簡單的叮囑裏，藏着公公對婆婆一生呵護、關懷備至的感情。記憶中的公公婆婆家中使用樂聲牌電飯煲，煮完米飯是會黐底。白菜滾湯是午飯常見的湯水，公公習慣將白菜湯徐徐倒入電飯煲，讓原本黏糊的飯焦隨之浮起。這份飯焦熱湯是我第一次品嘗，熱湯溫潤了脾胃，飯焦填補了肚餓。到了現在，每次用湯嘅飯，我也會想起在他們家中的溫馨回憶。什麼食物適合自己，其實腸胃最清楚。尤其在生病的時候，身體往往不再渴望什麼美酒佳肴，反而會想起那些最簡單、最清淡而容易入口的食物。適合自己的食物，腸胃自然會告訴你。誰最了解自己的胃口？不是醫生，也不是營養師，而是那個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腸胃。